兄姐妹平安，周间信息题目：试炼遇神的爱。圣经雅各书Yakub 11ayat 2 tanggal 4 ayat 4. Sadika kaau aku ano malitek moh namuku masama maak nai a patres i kakak hamakan ku nini han ku falu做 namu。 弟兄姐妹们，你们遭遇各种试炼，应该认为是可庆幸的事。Now hani mafana kamu nanu ilifut namu tu patres amiti erji Kristoanku saka kutlait namu。 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了试验，就会产生忍耐。Daji engku nipi hasisli namu ta awak aituku la dia wan i tamuanan tu nika sungila namu。 你们要忍耐到底，才能达到十全十美，没有任何缺欠。美国科罗拉多州的自然历史博物馆提供资料，让人了解一些关于白杨树惊人的科学真相。一整片修长银白的白杨树林，竟是从一颗种子生根发芽，并享有相通的根部系统。这些根部系统能够存活几千年之久。不论白杨树是不是还在繁衍新的生命，这些树根沉睡于地底下，等待着火灾、洪水或雪崩。当自然灾害摧毁白杨树一扫而空时，白杨树的树根也终于可以再次感受到阳光的温暖。于是树根长出了树苗，而且茁壮长成大树。对白杨树而言，自然灾害反而带来新生。雅各书的作者雅各也说，试炼不但能使人的信心增长，也使人成全完备，毫无缺欠，与主越发亲密。旧约的雅歌中的女子，在试炼中仍然对主思爱成病。她向耶路撒冷众女子描述她良人的10项荣美属性，使我们看出她实在与良人有亲密的关系，对良人有真实的认识。良人在她心中超乎万人之上，她正是良人。神的统治权、生命力、辨识力，他熟悉良人的感情，说话的方式，他晓得良人的行动作为，他看见良人一直坐在宝座上管理着一切，他看见良人的荣美如黎巴嫩的香柏树，他知道良人的说话甘甜，他深知他的良人全然可爱，是他的朋友，最知心的朋友。他说，我的良人下入自己的园中，到香花席，在园内牧放群羊。在试炼中，他继续回到里面的心田，寻求良人，忠心的顺服主，侍奉主。他与主的关系又更进一步了。我们所追求、所侍奉的主，是一位有深切爱意、恋慕我们的神。他的爱
不是集中于很多人却不顾单一个人的爱，不是的，他爱你这个人，他的爱被你诚恳真实的爱夺走了。他看你是如此美丽，你的眼目使他惊乱，使他的心蹦蹦跳。雅歌的女子说，我的鸽子啊，我的完全人，只有这一个是他母亲独生的，是生养他所宝爱的。良人耶稣看一个爱他顺服他的人是特别的，这人像耶稣怀着爱的柔情，如鸽子一般，这人像耶稣存着完全顺服的心，所以良人称他是我的鸽子，我的完全人，只有这一个。良人像只有这一个的爱是特别的。有一次，有个基督徒去韩国服侍，有一天在半梦半醒间，神突然启示他说，我对我的孩子们的爱不是一样的。他很直觉地对神说，你对我们的爱应该要一样，但神对人的爱确实不都一样。神对只有这一个有特别的爱，因为只有这一个与神有更加亲密的关系，对神有更深的认识，更完全的顺服。虽然你正在历经试炼，但只有这一个对神的爱情是不变的，始终以神为至爱至宝。但愿我们都成为只有这一个，宁可失去所有的财宝，只求能与主更加亲密。因为深知我属我的良人，他也恋慕我。阿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遭遇各种试炼，应该认为是可庆幸的事，因为知道我们的信心经过了考验就会产生忍耐，我们要忍耐到底，才能达到十全十美，没有任何缺欠。求主帮助我们遇见遭遇或各种试炼，紧紧倚靠你，不灰心。但愿我们都成为只有这一个，我属我的良人，他也恋慕我。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拜。